再来看国内的消息，这凯米风台伫中南部造成灾情，南投信义乡的山区呢，因为这几天过道拢有落雨，则又搁发生了土石流。但是民家厝互冲海去，咧救灾的这个机区也拢掉伫斜路。土石流入去徛家厝内底，电器全部拢无法度用，规涂骹的路管膜住户无法度清。居民讲7月底才去互凯米风台算灯，即马搁拄着水崩山，实在毋知要安怎生活。安这做工啊，人也无钱，安尼讲做工咩？户口也无厝啦，安囝就讲咯，无你莫倒遮去租厝住啦，还是要走大。这条路是当地社区唯一一条车路，内底住37户，拢总80外人，大概拢着爱封路甲土石拼掉，基本是真困扰。南投信义水利交界30甲地区，这2天因为山区过道路雷公雨，透过空气机甲看，山壁是崩一大片起啊，范围超过一个骹球场遐大。这对崩山毋但甲对外车路抢登去，连这去到当地要抢通的重机具嘛掉伫内底。它那个崩塌到这个边缘，这个路啊已经有30几年了，它长底水沟的渗透啊，才会下线。船长表示，大水河地属信义的郡溪水岔流，甲车路流起，车高透早重机具嘛掉伫内底，袂震袂动。公所表示，虽然有紧急抢通，未遂发生危险，不过若准个上大雨，可能就会造成灾害。它可能还会再继续崩所以最近这1-2个月可能是不稳定的一个季节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政府能够随时注意这个状况。目前包括30甲地区，佮有往东部的到95线4.3公里的所在，拢是受灾严重的区域。工作希望中央会当协助整治溪水，才会当为源头解决水崩山的问题。记者林建生、王良涛南投报道。